就是那个上，S O C K 啊，哎呀，袜子，哎，袜子啊，我也你有小朋友啊，是迄个孙子也为你挂开圣诞袜嘛，以后就是压缩，然后所以他们还是会期待有这个好，Santa， 这个叫什么？库洛斯，Santa Claus，它这个是从那个，这个是芬兰的一个，因为圣诞老人是从芬兰来，所以他们讲的也是芬兰的这个方言，是用芬兰方言用那个 Santa Claus。哎呦，你大概拢你哦，你比较认真。有爱你，小林，我头几刚开课的，叫你。然后讲咩？Santa Claus，Santa Claus，